川总统接受到美国的媒体专访，来证实讲，这美军确实是有派人来台湾协助咱的国军来做训练。嘛传出讲，美国今年针对着台湾成立着特战组，来台湾甲咱的国军特战的战机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，台湾甲美国的互动良好，所以美军加强咱的国军的防卫能力，这是真自然的代志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嘛再次来强调讲，这美军是来台湾做短期的协助的训练，并不是进驻伫台湾。Does that support include sending some U.S. service members to help train Taiwanese troops? Well, yes. 蔡总统接受美国媒体 CNN 的专访，证实美军派人来台湾协助国军训练。台美之间的关系在蔡总统领导下是史上最好，彼此良好的互动，并且对于国军的防卫能力加强，这都是很自然的事。伫立法院即阵进前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国防部长邱国正、外交部处长陈忠光咧讲话。伫去年2月，美军公布特战第1中队的影片，就看到台美军队交流和联合训练。传出美军协助至少20年，国防部讲即马无共，方认为是针对台湾今年成立的特战合作组，大组大约10人，有各种军事专业专长，是下号领队每半年换一摆。今年第一批就是特战队特战人员来甲国军特战突击艇战机。我记忆以来，大家都有交流，都一个短期的，训完以后就会回去，绝对不是部队进驻。美军伫台湾协助宪工，敢会达到中国武统台湾的红线？两边要造成误解的话，要努力去把这个误解给说明清楚，对方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评断，我想这不是我能够预测到的。强调台美军事交流照正常的程序来进行，无跳工要献工。国防部嘛讲，东沙岛的围江作战计划，自平常时的备战训练变做常态演训，国军嘛密切注意任何的状况，随时应变。